Countdown for Apollo 11. 3, 2, 1, 0. 當 Neil Armstrong 喺1969年第一次踏足月球嗰陣，呢一刻成為咗一代人嘅標誌。喺過去50年，我哋派出咗探測車去火星，送咗探測器去到太陽系嘅邊緣，仲有望遠鏡可以望返去宇宙嘅起源嗰陣。但係講到實際送人類去到幾遠，其實一直以嚟好似冇乜進展。直到啱啱過咗去嘅4月10號，呢個紀錄終於被打破咗。阿提米斯2號 Artemis 2載住4位太空人繞月飛完一圈，喺2026年4月10號平安返到地球。佢哋唔單止完成咗任務，仲成為史上離地球最遠嘅人類。呢一個係屬於我哋呢一代見證嘅一大步。呢對太空人踏出咗佢哋嘅一小步，就係要解決一個 NASA 以前從來未面對過嘅新問題。今次任務唔係淨係整架火箭指住月球咁簡單，佢係為咗測試人類係咪真係準備好喺深層太空建立永久嘅基地。要安全做到呢樣嘢，你就要清楚知道架太空船載住人之後會有咩反應。Artemis 2嘅意義正喺度，佢係史上最強火箭嘅載人測試。呢一集我哋就會講下佢哋4位係邊個，呢10日喺太空做咗啲乜嘢，同埋點解呢個任務比大部分人想象中更加重要。首先，我哋要認識下呢支隊伍嘅靈魂人物，指揮官 Reed Wiseman。街坊，你諗下，要帶領一班人去月球兜圈，心理質素肯定要好強啦。Reed 喺2009年加入 NASA 之前，佢喺美國海軍做咗足足27年嘅戰鬥機飛行員，亦即係話佢大半個世紀都係喺天空度過。佢喺2014年第一次去國際太空站 ISS 嗰陣，係搭俄羅斯嘅聯盟號 Soyuz 火箭上去嘅，之後仲做埋 NASA 太空辦公室嘅主管。跟住落嚟負責揸呢個太空船嘅車手係 Victor Glover， 佢同樣係出身美國海軍嘅頂尖飛行員，仲參加過伊拉克自由行動，係真正見過大場面、經歷過炮火洗禮嘅人。佢喺2020年搭 SpaceX 嘅 Dragon 太空艙去過地球軌道，今次佢要挑戰嘅係比地球軌道遠幾千倍嘅深空。想象一下，喺一個冇地圖、冇 GPS 嘅地方導航，係需要幾咁精準嘅判斷力。至於任務專家 Mission Specialist， 今次有2位人物，第一位係 Christina Koch， 呢位女士簡直係10項全能嘅表表者。佢係電機工程師、南極探險家，甚至做過消防員。佢最勁嘅紀錄係保持住女性太空人單次最長太空飛行紀錄，連續喺太空住咗328日。最後一位係來自加拿大嘅 Jeremy Hansen。佢雖然係4個人入面唯一一個未去過太空嘅，但佢嘅背景絕對唔嘢少。佢係資深嘅戰鬥機飛行員，仲做過水底探險員，即係長時間喺深海潛水。大家知唔知喺深海生活其實同太空好似，都係一個同外界隔絕、高壓而且危險嘅環境。佢亦都會成為史上第一位飛去月球嘅加拿大人。呢4個人喺2026年4月1號出發，帶住我哋所有人嘅好奇心，搭住太空船繞住月球飛，去到離地球超過40萬公里嘅距離，完成咗呢場長達9日1小時32分嘅長途旅行。呢個距離比歷史上任何人離開屋企都要遠。喺嗰度望返地球，會好似一粒細細好遙遠嘅波仔。呢粒波仔仲會喺月球嘅地平線後面升起。呢個景象最早係由1968年阿波羅8號任務嘅太空人影低嘅。呢張相而家叫做地出 Earthrise， 係第一張清晰影到地球同月球同框嘅相。喺嗰日之前，人類只係見過模糊、質素好低嘅外太空相，全部都係嗰啲機械探測器影嘅。而呢個畫面係用人眼構造，再用彩色菲林影低，改變咗成個世界。呢度睇到嘅就係新太空船，太空人今次住嘅嗰間酒店獵戶座 Orion 太空船，而班太空人幫佢改嘅 nickname 綽號呢，就係 Integrity 誠信號。點解個名重要？因為喺深空唯一可以保護你嘅就係呢個金屬殼，所以你必須對佢有無比嘅信心。同50年前阿波羅計劃嗰啲太空艙相比，呢架 Integrity 有咩分別呢？分別就大咯。首先最明顯嘅係空間感，太空艙入邊嘅空間比以前阿波羅時代多咗足足60%。以前去月球3個人側喺入邊好似沙甸魚咁，而家佢哋可以舒舒服服咁坐到4個人。
雖然喺我哋香港人眼中呢個空間可能仲細過間劏房，但係太空科技入面呢60% 嘅增長簡直係豪宅級嘅進化。新設計仲有啲以前冇嘅奢侈品，就係嗰個太空廁所。自從太空時代開始，工程師就成日都諗點樣提升效率。當每一克嘅重量都咁重要嘅時候，你就要將啲設備設計到又可以裝好多嘢，但係又唔會佔太多位。阿波羅嘅年代，以前嘅太空英雄小便係要用一條喉，去大呢就係用膠袋。萬一你技術唔好，射得唔準呢，排泄物就會喺個機艙入邊飄嚟飄去，諗起都尷尬。呢次嘅太空船就有架新嘅通用廢物管理系統。呢個系統係根據國際太空站用緊嘅廁所設計，裝咗喺太空船牆入面，後面有道細門保障埋私隱。呢啲我哋睇嚟係微小嘅細節，但係對於要喺太空過10日嘅太空人嚟講，簡直係文明嘅救贖啊！喺迎接呢場史上最強火箭嘅推力之前呢，當然除咗廁所，仲要解決一連串食玩瞓嘅問題。點樣喺冇重力嘅地方做運動？點解今次 NASA 會破天荒俾佢哋帶埋 iPhone 上去呢？街坊，我哋大家一齊嚟諗下，如果你要喺一個大約只有幾十尺嘅密閉空間入邊，同3位同事一齊住足10日，仲要冇涼沖、冇外賣嗌，最慘係連個廁所都細到嚇死人，你會點呢？呢個就係阿提米斯2號太空人要面對嘅日常。好多人以為去月球係好浪漫嘅事，但係睇真啲，入面其實充滿咗各種重口味嘅細節。講完去廁所，我哋就講下食啦。喺 Integrity 號入面，太空人當然係食乾糧包，只要加翻啲熱水沖開就食得。但係有一點係阿提米斯2號贏晒國際太空站嘅，就係佢哋唔使飲料。喺國際太空站，因為要長住，水資源極之寶貴，所以每一滴液體，包括你嘅尿同埋汗呢，都要經過高度過濾循環再用。不過因為阿提米斯2號嘅任務時間比較短，大約10日，太空船本身載住足夠嘅新鮮水，所以佢哋唔需要呢一個循環系統。除咗食同埋去廁所，保持體能都係好重要嘅。Artemis 任務設計係要長時間進行，太空人每日都要做運動，因為喺微重力嘅環境之下，你嘅肌肉同骨骼會因為唔使對抗地心吸力而迅速流逝。就好似一個原本好大隻嘅健身教練，上咗太空住咗幾日，翻到落嚟都變咗個孱仔強。所以 Integrity 號入面裝咗一部好精簡嘅蛙艇機，等太空人可以做全身運動，維持住佢哋嘅肌肉密度同埋骨質。最後就要提下今次嘅娛樂同埋記錄裝備啦。以往 NASA 對電子器材控制得非常之嚴，不過今次佢哋就好大方啦。太空船上面配備咗專業級數嘅 Nikon 鏡頭同相機，仲有一大堆 GoPro 專門用嚟捕捉艙內外嘅精彩片段。呢一啲片段唔單止係用嚟做科學研究，仲會交俾 Disney 拍紀錄片。最令街坊驚訝嘅可能係今次 NASA 第一次容許太空人帶自己部 iPhone 上太空。雖然深空係冇 5G 網絡，亦都冇得碌 IG 睇片，但對於太空人嚟講， iPhone 入面嘅相片、音樂同埋可以用熟悉嘅界面影相同拍片，嗰種心理安慰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佢哋會用呢一啲工具，由一個離開屋企40萬公里嘅角度影低好似波子咁細嘅地球，帶翻嚟俾我哋睇。呢啲細節正正就係點解阿提米斯計劃唔單止係冷冰冰嘅科學，而係一個充滿人性化嘅探險。但係喺呢一切發生之前，首先我哋嚟到咗發射日，呢個就係 NASA 過去10年大部分時間都喺度準備緊嘅嘢。佢哋已經喺2022年11月完成咗第一次嘅無人測試飛行，嗰次就係阿提米斯1，而家終於嚟到載人嘅戲肉啦。回望返2026年4月1號，火箭同太空船喺發射台上面進行最後嘅檢查。我哋而家睇到嘅其實係兩部唔同嘅載具，有 SLS 助推火箭，仲有 Orion 太空船。先講 SLS Space Launch System， 呢個係 NASA 耗資幾百億美金研發咗10幾年嘅火箭。當阿提米斯2號太空人升空嗰陣，佢哋座位底下嘅推力會係歷來最強大嘅，以前從來冇人體驗過咁大嘅推力。大部分嘅動力都嚟自主火箭兩側綁住嘅兩個固體火箭推進器。如果你試玩個模型火箭，用嗰啲細細條紙筒裝燃料，
其實原理係一樣嘅，只不過呢個大好多好多倍。每個側邊嘅助推器都有17層樓咁高，可以產生360萬磅推力。呢個推力勁過2支 SpaceX Falcon 9火箭加埋。呢啲助推器仲特登為 Artemis 2加裝咗一啲裝飾，側邊畫咗個大大隻嘅 America 250。呢個係為咗慶祝美國將會喺今年建國250年慶典。成件事最搶眼嘅地方就係中間呢個橙色嘅巨型燃料缸。呢個橙色唔係油漆噴出嚟嘅，而係隔熱泡沫嘅原色。入面裝住嘅係液體氫同液體氧。喺地球，氫同氧係氣體，但為咗令佢哋產生巨大嘅能量，科學家要將佢哋冷卻到零下100度以下嘅極低溫，將佢哋壓縮成液體。點解要咁麻煩？因為液體嘅密度比氣體高好多，即係話當我哋點火嘅時候，反應亦都會勁好多。喺燃料缸嘅底部就係全部火焰噴發嘅地方。我哋有4個 RS-25 火箭引擎，會將2種液態燃料混合再點燃，產生巨大嘅升空推力。如果你係火箭迷，就可能會覺得呢個設計好似熟口熟面。原因係因為呢啲引擎其實係古董，大橙色油缸側邊嘅助推器、氫燃料全部都係跟翻舊時穿梭機嘅做法。而呢個 RS-25 引擎呢，直情就係直接由退役嘅太空穿梭機拆出嚟用嘅。NASA 當時做咗個好明智嘅決定，將呢啲引擎留翻俾未來嘅項目。而家呢啲引擎終於可以喺 SLS 火箭上面發揮餘熱，將人類送上太空。去到 T-0 升空嗰刻，4個燒氫燃料嘅引擎會首先點火，然後加大推力。雖然佢哋單靠自己係冇足夠嘅力量升起火箭，但係升空階段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同側邊嘅助推器唔同，呢啲引擎可以轉動，將噴嘴指向唔同嘅方向，就係靠咁樣，火箭先至可以喺大氣層入面轉向。當核心級運作順利之後，地面控制中心就會燃點2個側邊助推器，呢啲助推器提供超過7成半嘅總推力，所以一啟動架火箭就會飛得好快，而且佢哋發出嘅光會好猛烈。當第一架 SLS 喺 Artemis 1發射嘅時候，佢係史上最光嘅火箭，佢真係可以將成個發射場附近嘅夜空變成咗日頭。而家睇到喺最上面鼻錐入面就係機組人員坐喺度等發射嘅地方。佢哋嘅太空艙係匿喺一個白色嘅蓋下面，所以除咗儀表板之外，佢哋係乜都睇唔到嘅。然後喺個蓋頂上面有個好尖嘅部分，嗰個就係太空艙嘅發射逃生系統。呢個系統運作係咁嘅，喺支尖塔大約1半高嘅位置，有4個細細嘅火箭引擎。如果喺發射期間，飛行電腦感應到引擎表現或者 SLS 軌道有咩唔妥，就會啟動發射逃生系統。嗰4個引擎就會將個太空艙拉離火箭，之後個太空艙會同逃生系統分離，然後打開降落傘，咁大家就可以安全咁降落翻水面。呢個亦都係點解阿提米斯2號揀咗喺傍晚嘅時候升空。如果因為任何問題，機組人員需要高空緊急逃生，個太空艙有機會降落喺地球嘅另一邊。我哋當然唔想救援隊要盲中中咁喺茫茫大海嘅黑夜入面揾人，所以如果佛羅里達州係夜晚，非洲嗰邊就會朝早。萬一真係發生最壞嘅情況，搜救隊都會容易啲。不過當然今次就冇需要用到呢個啦，一切順利。發射咗2分鐘之後，側邊嘅助推器就同 SLS 主體分離。當佢哋跌翻落去嘅時候，每個助推器都會拖住一條由燃燒緊嘅推進劑形成嘅長長火尾巴。呢個畫面都幾壯觀。呢個時候，火箭已經飛到離地球大約50公里高，即係去太空一半嘅路程。但係側邊助推器嘅威力已經幫火箭衝過咗大氣層最密集嘅部分，所以而家 SLS 可以單靠4個燒氫嘅主引擎繼續推進。再過1分鐘，發射逃生系統就同火箭頭部分離。我哋嘅太空人終於可以透過佢隻窗望出去。去到咁高，空氣咁稀薄，其實已經唔需要再依賴發射逃生系統，太空艙依然可以緊急折返地球，唔再需要用到尖端嗰個額外嘅引擎去做。SLS 主體會繼續燃燒，去到發射8分半鐘左右呢，大約150公里高，主引擎熄火，而個大橙色嘅油缸就會同火箭上級分離。而家 SLS 火箭嘅第2級上面仲有一部氫引擎，佢會持續推動太空人，直到佢哋嘅太空船進入咗非常高嘅地球軌道，
然後第二級引擎就喺任務開始20分鐘後分離。喺呢個時候，我哋剩低嘅就只有太空船本身啦，佢只係啱啱升空嗰架巨大火箭嘅一小部分啫。當 SLS 火箭完成咗使命，將太空船送入太空之後，4位太空人並唔係即刻飛去月球，而係先喺一個叫做橢圓軌道嘅地方留守咗幾日。呢條軌道就好似一條好長嘅用嚟拉筋嘅跑道，最高點離地表成7萬公里，已經遠過晒幾十年嚟任何人類去過嘅地方。但係最低點呢，又會翻到嚟離地球只有185公里。點解要咁搞？因為 NASA 要佢哋喺呢一度呢段時間內驗車。喺停留軌道嘅呢幾日，太空人需要對太空艙同埋連接住嘅服務艙做一個好詳細嘅系統檢查。服務艙係喺太空船圓短筒形嗰部分，主要引擎同埋推進器都喺嗰度，同埋所有機組人員嘅氧氣同埋水都儲存喺服務艙入面。而服務艙上面裝住嘅太陽能板就係為成個任務提供電力，佢哋產生嘅電力係足夠供應2個美國家庭嘅使用。喺呢幾日入邊，太空人要瘋狂檢查維生系統、導航同埋推進控制系統。點解要咁小心？大家仲記唔記得舊年嗰單大新聞呢？我哋亦都有講過噶啦，撳右上角條 link 就可以聽翻。有2個太空人搭波音嘅 Starliner 上去，結果因為推進器出事，被困咗喺太空成半年。NASA 絕對唔想喺登月呢一種揾命搏嘅任務重蹈覆轍，所以由呢度開始 Victor Glover 就會接手手動控制太空船，將個太空船掉頭駛翻去啱啱拋棄咗仲喺軌道漂浮緊嘅 SLS 火箭第2級嗰度。呢個時候呢，兩者都仲喺同一個軌道上邊。第2級上面有啲黑白標記 ，Glover 會用嚟做目標，對準太空船嘅機頭，模擬一次對接動作。雖然兩者唔係真係會撞埋一齊，但係呢次測試要證明，如果未來真係有需要對接嘅話呢，佢哋係絕對有能力執生嘅。而呢個時候，若果測試階段出現咗任何故障，或者有任何擔心太空人會有危險，佢哋就會利用橢圓軌道上嘅最低點，將太空艙同埋服務艙分離，然後折返地球。好彩呢一次一切都冇問題，所以佢哋跟住就喺橢圓軌道嘅高點，用服務艙引擎點火，進行一次跨越注入燃燒 （Translunar Injection）。呢個會令太空船進入一條自由返回月球嘅軌道。簡單啲講，即係之後就交俾重力去控制。當佢哋飛到月球背面嗰陣，月球嘅重力會拉翻佢哋去面向地球嗰邊。去到嗰邊嘅時候呢，地球嘅重力就會接手將佢哋拉翻嚟地球屋企。呢個係一個非常高效嘅飛行計劃。按照呢條軌道，雖然有重力，但係阿提米斯2號都仲要4日先至飛到去月球。喺呢段時間，太空人會做好多實驗，大部分都係以自己做對象去監測深空環境對人體嘅影響。好明顯就係要將自己做白老鼠。阿波羅年代嗰陣，我哋仲未有帶有生物感應器嘅穿戴裝置，所以今次絕對係第一次可以喺太空學到好多關於生物嘅嘢，特別係宇宙輻射嘅影響。針對呢一樣嘢，今次嘅旅程呢，佢哋都會測試一個緊急輻射避難所。我哋喺地球就有大氣層保護，但去到深空呢，要預計嘅就係萬一遇到 solar flare 太陽閃焰，嗰啲高能粒子簡直係隱形嘅殺手。太空船雖然已經有防護可以抵擋太空入面嘅背景輻射，但係始終都有機會遇到呢一啲 solar flare， 又或者 coronal mass ejections 日面物質拋射。呢啲係太陽突然將一大嚿帶有輻射物嘅物質拋出太空嘅隨機事件。雖然計算當中中招嘅機會係好微，但係 NASA 都仲係幫佢哋設計咗一個終極避難所，以防萬一。去到呢度，你可能會笑，呢個避難所竟然就只不過係主艙下面嘅儲物區。警報響起嘅時候呢，嗰4個太空人就係要即刻縮入呢一個儲物區，然後用一袋袋裝住食物同補給品嘅袋包圍住自己，利用呢啲物資嘅密度嚟擋住輻射。呢招可以話真係幾土炮，但係又非常之科學實用。任務嚟到第6日嘅時候，機組人員終於見到月球啦。佢哋會由一個好闊嘅弧線接近，然後喺月球背面最近嘅位置飛過。雖然話係近，但係其實都成1萬公里遠。呢個距離比所有阿波羅任務都遠得多。阿波羅任務嗰陣最低係曾經去過100幾十公里。呢個點大家可能會問，喂，咁遠睇乜鬼啊？
其實咁樣先至正啊，因為佢哋可以由一個更宏觀嘅角度見到比以前任何人都多嘅月球表面。而家有咗現代科技，佢哋可以用長焦鏡頭同高解像感應器拉近嚟睇清楚所有細緻嘅地方。喺嗰度佢哋會見到地出 Earthrise 嘅景象，即係地球好似我哋睇太陽咁樣慢慢喺月球邊嗰度升起。若果能夠親眼睇到呢種情景，我諗絕對係會令你重新思考我哋人類喺宇宙入邊嘅位置。只可惜嘅係太空人同月球相處嘅時間只係得幾粒鐘嘅啫，嚟得快去得快。太空船會繼續繞圈開始返地球嘅旅程，而呢個返回嘅旅程就大概4日。任務最後嘅考驗當然就係4月10號重返大氣層。當太空船高速衝向地球嘅時候，推進系統會做最後一次調整，令太空船以一個特定嘅角度切入地球大氣層。之後服務艙同太空艙分離，而太空船嘅太空艙就會掉頭將防熱罩指向地面。我哋可能平時見慣太空穿梭機或者 SpaceX Dragon 太空艙重返大氣層，但係由月球返嚟同由國際太空站返嚟完全係兩回事。因為距離遠、拉力勁，阿提米斯2號返嚟嘅速度會快好多，超過每小時4萬公里，即係1秒鐘由中環去到大埔。當太空船以呢一種極速撞入大氣層嗰陣，空氣會被劇烈壓縮，產生高達攝氏2760度以上嘅高溫。呢個溫度足以融化鋼鐵，成架太空船會被一團好似太陽咁熱嘅電漿火球包圍住。如果你喺入面，除咗聽到震耳欲聾嘅咆哮聲之外，仲會同地面暫時斷絕通訊。嗰幾分鐘叫做黑障區，可以話係最難捱嘅心理折磨。所以 NASA 喺阿提米斯1號冇載人測試嗰陣，最緊張就係測試個防熱罩係咪頂得住。最後當然今次好成功咁，防熱罩冇令大家變成灰燼。誠信號成功咁喺西岸時間大概5點幾，啱啱日落之前進入咗大氣層，降落傘緩緩打開，然後喺啱啱入夜之後成功降落喺聖地牙哥外海嘅太平洋。美國海軍同空軍一早就喺嗰度等。當呢班太空人踏出個艙，吸到第一口地球嘅空氣嗰陣，佢哋唔單止係返咗屋企，更係為我哋人類寫低咗深空探索嘅新一章。呢一刻，成個阿提米斯計劃可以話係先至算真正開始。呢場10日嘅深空旅程，阿提米斯2號究竟為咗咩呢？係咪好似以前咁去插支旗攞個彩就完？今次嘅格局完全唔一樣。50年前係冷戰，兩大強國都要爭面，但係今次阿提米斯計劃嘅終極目標係 stay 留低，係要喺深空建立一個永久嘅人類基地。我哋唔係去探親，唔係去 say hello，而係要去揾地方落腳。你要安全做到呢樣嘢，就一定要好清楚架太空船載住人之後，喺嗰種極端環境之下會有咩反應。所以呢4位太空人其實係我哋人類立足深空嘅先頭部隊。好多人會問：喂，地球而家咁多問題，仲去使咁多錢去月球？問呢個問題就好似話：喂，你而家份糧都唔夠使，學咩人去進修啊？你諗下，我哋人類天性就係中意探索。如果我哋嘅祖先當年冇行出非洲大陸，我哋今日個個都仲喺非洲鑽木取火。探索深空其實係幫我哋人類買緊一份保險。喺深空學到嘅生物學知識、宇宙輻射對人類嘅影響，以至係點樣喺極端環境下循環利用資源，呢啲科技最終都會回流返嚟，改變我哋喺地球嘅生活。當 Orion 號或者 Integrity 號喺太平洋降落嗰一刻，佢哋帶返嚟嘅唔單止係呢一啲好靚嘅月球相，而係一種我哋做得到嘅信念。我哋雖然繼 Armstrong 之後喺地球門口原地踏步咗50年，但係我哋嘅探索者靈魂從來都冇熄過。今次唔係為咗爭第一，而係一種我哋做得到嘅信念，為人類探索深空新一章嘅開始。下次你望住月亮，唔好再覺得佢係一個遙不可及、冷冰冰嘅地方啦，因為嗰度好快就有我哋嘅腳印，甚至係我哋嘅家。未來仲有好多精彩嘢等緊我哋。